Hello，大家好，我係何輝啊。過去嘅週末當然啦，就世界盃已經去到最後階段啦。咁就過去週末當然我自己亦都一路跟開，譬如今個禮拜係冇一級方程式啦。咁啊嚟緊嘅週末咧，世界盃決賽週末咧先至有比利時嘅 SPA 站啊。咁啊另外網球就溫布頓亦都係完成咗啦。咁啊男單就係阿仙娜啦，咁啊衛冕啦。就對住施華利夫，咁相當精彩嘅比賽，譬如話之前對祖高域啊等等啦嚇，咁都係好精彩啊！咁啊兩個決賽嘅球員咧，其實咧佢嘅發球咧近年或者今次咧，其實進步咗好多好多啊！咁啊至於女單邊就兩個子嘅球員洛斯高娃同埋穆科娃啦，就係最後決賽啦，咁就洛斯高娃贏咗啦。咁啊都係你可以話真係都有啲冷門嘅，不過穆科娃當然其實近年都係大家即係如果睇到網球熟悉嘅球員。女雙咧就我哋呢邊咧有球員亦都係攞到呢個冠軍啊，咁啊可喜可賀啦，咁啊其實都喺廣東廣州地區裏邊訓練嘅球員，呢個絕對係可喜可賀。反而咧佢個拍檔啦，麥丹奴域咧，其實我就近年咁巧啦喺比賽現場其實睇過好多次佢嘅比賽嘅，咁啊都恭喜佢哋啊，咁真係好難得啦！我哋呢邊亦都有個咧大滿貫落袋。其實本身喺 Wimbledon 咧喺 Sandercon。踩到上個草地上面咧已經係個榮譽啊，更何況喺嗰度攞冠軍。世界盃啦，世界8強進行過啦，咁法國贏摩洛哥2-0就其實講翻其他嘢先啦。首先咧，今次咧世界盃去到呢個階段咧都幾特別嘅。有咩特別咧？就可能大家唔留意啦。自從咧就係應該係 FIFA 咁啊喺1992年咧就係引入咗呢個世界排名嘅情況之後咧。呢次應該係第一次啊，應該第一次咧。大家睇翻咧，原來係世界後邊呢紮英格蘭、法國、西班牙、阿根廷嚇，咁就係第一次咧，係世界前4名嘅球隊咧入咗去大賽嘅最後4強裏邊啦。咁呢個都係相當特別嘅。咁另外 FIFA 咧因應咧就好多嘅溫度過熱嘅問題啊，譬如話之前喺呢個邁阿密。即係平時唔係世界盃嘅時候叫哈波球場啦，咁今次世界盃叫邁阿密球場啦，咁啊出邊有F1啦、ATP 啦，全部咧都係我中意留意嘅體育運動啦。咁話咧就係話現場咧其實個感覺咧好似45度咁樣。咁之前法國再對上一場16強一場比賽，亦都喺37、38、9度咧係進行啦。咁其實就有相關嘅機構咧係喺度同 FIFA 喺度傾緊嘅，即係話如果呢種咁嘅溫度咧，其實對於人體係有傷害，咁睇下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咁佢哋喺度傾緊嚇。咁當然咧，仲有一啲嘅問題，其實往後嘅世界盃如果喺啲咁熱嘅天氣咧，我覺得 FIFA 都要睇一睇。咁如果有Aircon 嘅球場咁梗係最好啦，好似今次咁，其實最後嘅一啲比賽其實都喺或者今次嘅比賽都有喺 Aircon 嘅球場進行。咁呢個當然係即係有一個溫度調節嘅球場進行，呢個當然係一件好事啦嚇。咁但係唔係度度地方都可以做到一啲咁嘅球場，因為所用嘅資源其實係好多啊。咁所以睇下點搞法啦嚇。翻到8強啦，就法國對摩洛哥2-0。咁都係一個即係優勝劣敗嘅情況啦。咁啊摩洛哥嗰邊亦都唔會太多嘅認為咧呢場波佢哋係較為優勝一方啦。法國能夠呢件係98年決賽嗰件衫啦，即係攞冠軍嗰屆嘅衫嚇，嗰屆款式嘅衫就法國仍然係相當之強啊。冇咩大嘅問題產生，唯一就係依家係擔心會唔會有啲傷兵啦，特別喺中場嗰度出現啦，譬如干尼啦，咁啊祖亞文尼究竟4人踢唔踢得啦？咁如果相繼都唔踢得嘅話，對於佢哋又唔好話完全冇影響嚇。西班牙2-1贏比利時啦，就西班牙其實近年就都係非常大賽 feel 咁樣啦，係面對國際大賽嘅。咁嗱呢種情況咧幾得意嘅，因為咧依家英格蘭啦、西班牙呢種咧最所謂現代化嘅做法去面對大賽咧，其實正正以往喺特別係70、80甚至乎90年代比較初期，正正就係前西德或者德國咧，其實非常之明顯係使用嘅一啲嘅策略同埋做法去面對大賽。咁有時或者未必睇得好睇㗎。咁其實因應個班底啦，如果個班底好多天才球員，好似法國啊，好似2002嘅巴西啊，等等呢啲球隊嘅話咧，好似90年嘅西德啊，咁當然可以踢到
我哋仲要話齋天花龍鳳，哇，揈拎凡好精彩，好好睇都得啦。但係你唔係每一年都產出到呢啲咁高質嘅球員咁啊！呢個再重申啦，無論佢青訓幾好都好，呢樣嘢係可遇不可求嘅嚇。咁所以而家西班牙、英格蘭咧，其實佢哋喺踢大賽，你都睇到啦，穩穩陣陣，睇下幾時有啲機會短暫嘅一個攻勢把握到嚇，再進而係晉級嚇。當然再重申啦，唔係想踢得好保守，但係你要個班底支持到佢踢到好勁先得㗎嚇。咁呢個唔係每一屆每一年嘅球隊都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咯。咁西班牙贏比利時2-1係連續2場啦，葡萄牙同比利時都係叫做臨尾嘅所謂嘅絕殺啦嚇。我好少用呢個字眼嘅，即係臨尾入波啦嚇。比利時冇辦法啦，都行到盡啦。咁呢場波其實比較特別咧，就係魯迪加西亞反而佢選擇就行迪布尼先嚇。我覺得值得考慮。最唔好彩就係Tielemans啦，因為喺熱身嘅時候受咗傷，所以就上唔到陣啦。咁但係你都睇到啦，頭嗰60-70分鐘其實你上奇雲迪布尼行正選嗱，當然可能啊，亦都因為佢嘅資歷等一個樣嘢咧，佢會係比較主張自己踢正選嚇又或者球隊都會俾佢踢正選。但係問題係你見到頭60-70分鐘，如果大家有睇場波嘅話，根本都冇提佢個名咁滯嘅嚇。咁至於西班牙，其實佢哋即係比利時嗰個策略，我覺得有少少可以值得討論下啦嚇。係咪應該都係後發會個機會大啲咧咁樣嚇？咁西班牙頭先提過嘅踢法大抵都係咁啦。入到4強，相信佢哋對法國都唔會有咩好大嘅變動嘅。咁啊，法國就嚟緊舒服翻啲啦，應該唔使喺高熱之下進行比賽啊。嗱，如果邊隊入到決賽咧，就紐約新澤西球場就其實平時叫 MetLife 啊，咁啊都係冇上蓋嘅，即係一定閂唔埋嘅上蓋嘅嚇。咁呢點大家留意翻啊。挪威英格蘭啦，產生咗件事啊，咁就其實我先後喺即係因為我喺北京做直播啦，咁喺一路都唔察覺有啲咩事啊，就係講緊比利鹹追翻，即係喺上半場補時追翻和球，咁原來就係阿利蘭或者利蘭特啦，開龍門球嘅時候省中咗個鋼纜。吊住喺天嗰個，有啲人叫天貓咧，都叫 spider cam 啊嚇，咁就省中咗嗰個 cam 嘅 cable 啊，好似啊唔知點啦嚇 ，OK， 總之省咗啲嘢啦嚇，改變咗軌道跌翻落嚟，就俾安達臣攞咗推入嚟俾哥頓啊，哥頓跟住其實嗰場波上半場明顯咧英格蘭咧哥頓嗰邊係威脅多好多，就俾入嚟俾比利鹹插入去咧，左腳佢射波個動作真係好靚嚇，如果佢唔係包咗個波咁靚咧。真係射唔到去遠處，射唔到咁勁咁。大家可以睇翻佢點樣射呢個波嚇。踢波嘅人係值得學嘅呢種咁嘅技巧嚇。因為好多時你咁樣去撳個波嘅時候咧，你都個人都未必會肯跌晒落去包晒波。無論出波射波好啦，呢個都係一個啦。喺技術上面當然大家體能體質支持到先至好做呢個動作。否則話，如果你隻腳一路係留喺即係重心腳一路留喺地面就唔好滯啊，因為可能會。最極端例子咧，見過扭斷腳嘅嚇，咁一定要成個人拋到出去啦嚇，瞓到落去包個波啦，先至會追。其實你最希望係喺踢個波嗰一刻，你係可以成個 momentum 成個能量係中晒個波嚇。咁但係如果你就咁咬咧，個人咧喺翻地面冇跌落去嘅話咧，咁係好難做得到呢樣嘢。無論出波射波都好啊。嗰波就出現咗咁嘅情況啦。咁我都事後都再睇翻成個唔同電視台直播過程，基本上唯一可能察覺到就係利蘭特開或者利蘭開嗰個龍門球嘅時候，喺個花碌碌嘅觀眾席嘅畫面裏邊，個波係有少少上下嘅時候，突然間咁樣好似咁跌落嚟嘅嚇，否則係完全睇唔到。直播畫面其實亦都見唔到門將嘅投訴。見唔到任何嘅慢鏡交代呢件事，入咗波之後開翻，亦都冇任何嘅畫面跟進。首先大家唔好怪球證團隊嚇，特別係草地上面，因為我相信冇球證會係開龍門球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注重即係理論上多數都係睇緊啲人嘅，唔會理個波。可能睄會，但係唔會理個波喺個天做啲乜嘢啊！理論上冇事發生㗎嚇，咁有事發生都好奇怪啦，係咪先？咁VR 團隊可能會留意到，可能留意唔到都唔出奇，因為如果佢哋睇緊都係嗰個畫面嘅話咧，其實可能察覺唔到任何異樣嘅，即係好多觀眾花碌碌個畫面。
即係影住觀眾席個波喺觀眾席嗰度過嗰個畫面，我睇唔到任何嘢。好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就問題啦。個足球裏邊今次係有一啲特別嘅裝置啊，類似即係所謂嘅晶片足球啊。咁佢會察覺到任何細微嘅軌道上面嘅改動嘅。咁但係收尾 FIFA 嘅 report 出嚟咧就話冇任何特別嘅變化喎。咁但係如果好多現場啲鏡頭，特別係好多唔同嘅大嘅媒體啊，歐美嗰啲媒體咧，其實你睇到好多轉發嘅文章咧，都係攞翻嗰啲畫面出嚟，就明顯真係見到個波嘅軌跡係改變咗。咁呢種軌跡改變，你話個晶片足球 detect 唔到、檢測唔到，我都有啲奇怪啦嚇，因為正如好多球評家球迷話齋啦，喂，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嗰個頭髮絲改變方向，佢都話檢測到個波喺個天度咁樣改變咗軌道，點會檢測唔到咧咁樣？咁啊，呢個係有趣嘅事情啦，我無法解讀啊，因為第一我掌握唔到證據，第二亦都冇可能推翻佢哋所謂嘅呢個決定啦嚇。咁另外我想舉出嘅嘢就係咧，其實呢種事情以前係發生過啊，大家記唔記得？好似係2006年世界盃英格蘭嘅門將羅賓遜啊，大腳踢上係咪小黑04嘅主場啊？就踢中咗嗰個好大嗰個，即係譬如你睇 NBA 中場中間，或者睇86世界盃中場中間上面有一嚿好大嘅顯示屏啊、喇叭啊，你叫記分牌啊乜都好啦嚇。咁啊，直頭係省中咗撞翻落嚟。咁我冇記錯，比賽係繼續㗎嚇。咁亦都有條例寫到明嘅，受外物干擾嘅情況之下咧，就應該係好似係公正球類似咁嘅嘢咯嚇。咁但係06世界盃嗰次好似都冇停到啊，比賽繼續踢定點啊嚇。咁仲有就係受外物干擾，可能大家亦都記得英超啦，試過出現咗一個氣球走入嚟，個波省中咗，跟住總之導致一個門將嘅判斷失誤，係省中咗個氣球嘅，個波省中咗氣球，跟住就入咗咁樣，咁好個入球應該係作算㗎。咁另外都萌生到另外一樣嘢啦，即係話其實所謂嘅外物係咪一啲係咪一啲蓄意嘅外物影響到比賽先至為之，即係佢哋先至會比較重視咧。舉個例，例如咩咧？就係你裏邊踢緊個波，突然間場邊有人踢另外一波入場嘅，咁啊，哇，黃牌紅牌呢啲啦，係咪？嚇，咁呢個係一個蓄意影響比賽嘅外物。嚇，咁以往都試過，譬如省中海鷗啊、雀仔啊等等呢啲事情㗎。好多時都見到，我只係咁講啊，我唔係話球例咁寫啊，好似好多時都冇停到比賽嘅。咁呢個即係留待大家討論或者跟進啦。咁至於你話呢個入球影唔影響到呢場比賽，當然影響到啦。因為半場前追和嘅話咧，同追唔到和咧，就真係好完完全全嘅兩件事嚟嘅，好完全兩件事啊。無論點都，英格蘭就進入咗4強啦。咁都提過，今次雖然英格蘭喺用人選人嗰度其實有一個嘅爭議性，但係非常大嘅爭議性，但係始終以佢哋依家嘅球員嘅供應嚟講咧，真係大膽啲講句，無論佢選邊25個人咧，其實個實力都唔會弱嘅嚇。咁因為就係嗰個持續性嘅強勁咯，同埋成個國家嘅地區，佢哋嗰個足球嗰個青訓啊，嗰個制度啊，連帶埋可能佢哋嘅聯賽等等個豐盛情況，呢啲係慢慢會衍生出嚟。即係你睇到法國，你睇到英格蘭，無論男女子，你睇到以前嘅前西德有段時間德國，你睇到以前一啲特別嘅情況，令到好多魔術師產生嘅巴西嚇。咁但係當然啦，時而可以細逆嘅話，真係可以變得好快啊！即係正如話齋，依家如果你仲話意大利好注重防守，咁其實呢個已經係 out 晒嘅，out 得好嘅。咩南北派足球呢個亦都係已經即係喺咩都係 out 得好緊要，完全唔係呢回事啊！咁啊，德系同埋巴西嘅足球好講技術、好紀律嗰樣嘢，亦都其實都唔係呢回事啦。喺大賽裏面都明顯證明到呢樣嘢嘅嚇。咁啊，共勉之啦嚇。OK，仲有咩啊？4強啦，4強就會係嚟緊嘅週中啦。咁啊，7月14號晚、7月15號嘅凌晨，咁啊同埋咧就係即係講緊星期2晚、星期3晚都係3點開波，終於一樣啦。因為8強4場波全部都唔係同時間開波，3點第一場4點，第二場係
3點，第三場5點9點嚇。咁其實我呢4場波就分咗喺3笪唔同嘅地方做咯。咁第一場就係法國嗰場就喺香港啦。咁至於第二場嘅西班牙就喺廣州啦。後邊嘅5點9點嗰兩場咧就喺北京嘅。咁嚟緊嘅4強2場比賽都會喺北京啊。咁講法國對西班牙啦，英格蘭對阿根廷啦。咁啊英格蘭對阿根廷就隔開啲好啲嚇，隔開啲擺好啲嚇，唔好咁近。OK， 就衛冕冠軍對英格蘭。咁英格蘭呢邊要留意啦，因為佢哋喺對挪威嘅時候咧，就阿懷斯啦 Declan Rice 咧就半場啊褪咗出去㗎。咁當然睇佢完半場前出去之前，其實佢個跑動仲係有嘅。唔係話瞓咗喺度啊抬出去嗰種啦。咁但係又唔知個傷勢會唔會影響到佢喺4強嘅上陣啊？咁另外仲有閘位嗰度啦。咁啊杜曹如果有機會咧，佢可能都會用史賓斯嘅。事實上對挪威佢都有換史賓斯出嚟，即係唔係話效果唔好嘅。如果你話大家包容到佢係用佢嘅體力嚟踢波 OK， 其實你可以留意到嘅英格蘭隊波咧，唔好話我講啊，你留意到咧，當史賓斯個波喺佢腳嗰度嘅時候咧，其他嘅隊友咧，周圍隊友都係期待佢盡快你俾咗個波我啦咁樣。咁試過啦，單擋佢好似冇讓俾 Harry Kane。咁 Harry Kane 你睇到個感覺係好奇特，喂你俾我啦，唔好自己搞啦咁樣嚇。咁再觀察啦 OK。咁成隊波運作都係正常同埋策略性嘅。其實喺對住挪威之前，我都喺夜晚臨瞓之前都諗過啊。佢哋會唔會派晒啲曼城球員出嚟去對翻夏蘭特？因為始終喺好多小動作上邊咧，你熟悉咧，其實爭好遠。咁史東斯啦，結果就基爾有啲機器啦嚇，等等啦，奧拉利啦，有啲奧萊利啊等等啦嚇。咁都係擺咗好多曼城球員出嚟應對翻荷蘭或者夏蘭特。咁效果都其實都唔錯啦。咁另外就即係搏到尾嘅時候都冇計啊！Erling 咧就係即係抽筋啊，好明顯，所以收尾都換拿神。我始終覺得咧，死過翻生嘅挪威教練啊，即係蘇柏簡啦嚇，佢用呢3個前鋒咧，可以用得更加全面啲咯。即係講緊拿神、索洛夫同埋夏蘭特或者荷蘭，唔需要話真係要堅持左中右咁踢，或者一個真係抽晒筋先咩？可以靈活啲，譬如踢4-4-2得唔得咧？升嘅時候再擺埋落去得唔得咧？咁呢個已經係後話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挪威今次都證明咗佢哋嘅實力係非凡嘅。咁啊嚟到呢個階段，咁同瑞士都係啊。賽前都覺得呢兩隊波今次嘅人腳係相當之唔錯。咁至於西班牙嗰邊，其實個變動應該唔會好大啦。咁啊，在於可能個別嘅球員位置嘅變動啦。英格蘭對阿根廷咧就美斯暫時即係都表示話個體能冇乜問題嘅，咁啊會係繼續領銜住阿根廷。咁一定對於佢嘅針對會相當之明顯㗎啦。咁但係英格蘭不嬲，佢哋都唔係認真釘人㗎。不過杜曹呢個教練可能又會有啲嘢嘅唔同嘅，都唔出奇嘅。咁睇下佢哋會點做啦。如果真係出現奇招嘅話咧，一啲都唔出奇㗎。我舉個例啦，不如揾個史賓斯跟住阿美斯，佢去到邊跟到邊踢少個啦。依家近代係冇呢種完全唔流行呢種所謂凍結專家嘅踢法。86年世界盃其實當時馬圖斯係跟馬勒當拿去到邊跟到邊嘅。有陣時我可以話俾大家知，我都被指派過做一個咁嘅工作喺之前踢波裏邊。咁但係依家就係唔流行咁做，唔流行咁做。咁英格蘭如果真係咁做，我係覺得唔係好出奇啊。因為你見到阿根廷嘅攻勢真係好集中喺美斯身上，同之前有迪馬利亞嘅時候係會有啲唔同咯。8強嘅時候，亞歷斯射入咗世界波啦。咁亦都係見到嗱，特魯馬天尼斯始終可能個踢法上面同呢隊波啦，其實卡納爾世界盃成日已經出現過啊。咁都係踢咗第一場之後咧，跟住慢慢就阿維尼斯做正選。咁今次世界盃嚟到淘汰賽階段，都出現咁嘅情況。咁睇下你點調教啦。法國西班牙始終即係你話改變戰果嘅球員，其實法國就多好多，呢個係事實。咁呢場波都係期待一場好精彩嘅比賽啦。咁嚟緊嘅季軍同埋決賽就會喺週末同週日晚啊，都提過啦，亦都有 Formula One 嘅 Spa 啦，唔撞時間咁樣進行嘅。咁啊，到時再繼續同大家跟進啦。咁去到最後階段嘅世界盃，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咧享受其中，享受世界盃嘅狂熱啦。拜拜。